乡亲啊，继续来看这全世界注目的大代志。美国的总统拜登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尾仔伫印尼的巴厘岛会面3点外钟。会后，拜登开记者会，讲美国甲中国未有新冷战，伊嘛无认为中国有马上侵犯台湾的意图。拜登嘛向习近平讲，伊反对中国威胁压迫台湾。若习近平是为两国的关系画红线、画界线，讲第一道袂当下过超过的界线，都是台湾问题。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人头一摆用元首的身份面会，全球拢伫咧注意。超过3点钟的会谈结束了后，拜登召开记者会来讲到美中关系未来发展。I absolutely believe there need not be a new Cold War. 除了美中关系革命变化，台湾议题嘛是拜习会一大重点。根据白宫放出来对话内容，拜登伫咧会谈内底讲到，美国一中政策未变，嘛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想法，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符合全球利益。美国嘛反对中国甲台湾徛空和威胁。And I do not think there's any imminent attempt on the part of China to invade Taiwan. And I made it clear that our policy in Taiwan has not changed at all. It's the same exact position we've had. I made it clear that we want to see cross-strait issues peacefully resolved. 中国官方媒体是报道，习近平强调，台湾是中国核心利益核心，嘛是美中关系第一条袂当下过红线。两人对台湾的立场坚定，不过美中关系敢若嘛是有好一说说啦。And I asked that Secretary Blinken travel to China to follow up on our discussions and continue keeping the lines of communication ope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美国官员讲，布林肯预计伫2023年初参访中国，这嘛是2018年来前国务卿蓬佩奥说，搁一摆有美国最高层级的外交官员去中国。另外，白宫伫声明内底嘛讲到，双边同意授权各界官员伫气候变化和粮食的议题保持联络。就算拜习会有紧张的关系聊降温，不过台海议题和美中竞争，敢若嘛是无看到有啥进展。